具備呼吸流動感嘅呢個矩形組合啊，咁所以咧成一個過程係啦。咁而且車身側面咧，佢線條好流暢，非常之好修長啊，而且佢又會長軸距啦、卷懸掛啦、溜背式嘅設計啦，咁呢啲都係年輕人比較中意嘅。咁車身側面多其他邊路陽光嘅長寬高啊，4.781米、1.92米同埋1.671米，佢去到2.81米，唔係咁啱先講嘅咧，冇辦法又係中。